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廚房，有雪櫃、焗爐、抽油煙機、爐頭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擺個2人飯台。洗手間有洗衣機、燙衫板、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客廳嘅位置一邊可以擺電視機，一邊可以擺梳化啦。前面就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到針山嘅景觀。睡房嘅地方，左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呢邊就可以放個雙人床。對住亦都係針山嘅位置。